头前到早，欢迎收看今日1月19公司第几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先开始，咱赶紧来关心本土疫情持续扩大。桃园伫昨暗11点外，佫传出有一个国校的学生囡仔确诊。目前伫桃园市封考的有确诊病例的学校，也是补习班，计共有16个。老师带囡仔排队照顺序买菜件，上尾外口等的家长看了真紧张。桃园北调小古镇幼稚园18传讲有一位学生确诊，幼稚园紧急宣布停课14天到2月初1。接到囡仔的家长，大包小包赶的家囡仔赶紧转去，也有人伫咧树丫外口等。小朋友毕竟是小朋友在那里，对啊，自己的宝贝小孩在那里很紧张，因为家里还有小的。哦，还有更小的。对。除了小古镇幼稚园，平镇区东安国小加妇幼。也因为有一位北去过西提餐厅的确诊学生，所以停课14天。但是疫情是也未停落。18暗有一位小学6年的查甫囡仔出现症状，家长带去病院挂急诊，采检了后确诊。伊读的新贵国小也紧急宣布停课14天。不过新贵国小家长会 FB 所收到的寒假通知单，学校是伫17就开始提早休寒。伫即马桃园总共有16间学校加客服机构停课。另外，高丽伫18所发布的信息，讲有2位员工确诊。桃园市卫生局讲，这2个个案是17所公布的暗号，是去过西提餐厅食饭，相关人员进前就已经科列隔离。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桃园的疫情是也咧拖，目前主要的群聚感染是桃园的联邦银行甲西提牛排店。这所在附近的店家嘛拢提早营业，即嘛已经无开放人客店来现食。若目前桃园的学生囡仔嘛日头有人传出去怀着，所以桃园市政府嘛已经宣布讲，国中、高中期末考考试嘛爱提早休寒。沿路喷消毒水，环境大消毒，因为确诊个案捌来花莲，连续2天家己开车来麻吉店甲加油站这场所。我们的个案17983号。那在1月13号到14号有来到我们花莲。那他本身就是一个售货员，所以他其实这是有任务而来看起来虽然说有进到我们花莲，但是目前看起来还是安全的。感染的送货司机捌伫桃园中立的西提用餐，已经紧急科列接触的人，只是西提团部连18又搁增加5个人确诊。桃园市政府公布新的确诊者行大过，包括人较侪火车站、大卖场、餐厅这场所，搁摊到真侪行政区。另联邦银行规定小话嘛，搁新增加个案，也冲击40位的店头。中昼用餐时间无人起来，为着安全，决定暂停店来食。生意受到影响，比往年同期业绩剩较无3成，这头家拢感觉真无奈。国中、国小都停课，然后大学放寒假，那你说影响大不大？就做1块钱是1块钱啊，2块钱就是2块钱啊，不然怎么办？校园开始大消毒，因为学校感染的情形无卡长好，确诊的学生囡仔已经15人。市政府宣布，各高中完成期末考直接放寒假，建议学校寒假辅导用线顶为主，实体第2。因为有些学校在实体教学的部分仍有需求，那这个只要防疫安全可以确保，向教育局申报也可以，线上教学为主，实体教学为辅。当然，因为前面的经验，我们其实线上是没有问题的。那我们目前继续还在做的还是实体课程，就是真的不行的时候，我们才会把那个线上的替换上来。跟实体比较来的时候，它本来就有一些它自己的这个应该就是它的限制。确诊者一直增加，桃园一寡社区采检站也出现真侪人来排队，并定一寡市民活动中心都有真侪民众赶来体检，人一直排甲户外人行道，也毋过甲疫苗注射站比起来真无共。就我觉得只要有时间上可以就去打，因为我觉得我们都做好疫苗的保护力的话，可以给更多人的保护。来注疫苗的真少，桃园各地疫苗注射站18预约登记的民众平均较无3成。市政府紧急宣布，只要民众要注BNT，拢会当免预约，直接来就注。要拼疫苗注射率，持续围堵疫情。记者综合报道。
那通的疫情嘛有看到新竹的趋势，新竹市是发生一口罩4个人拢去围着，2个囡仔读的学校，一间高中、一间国校啊拢停课，而且即马国考164个人爱隔离扩大做 PCR 采检。根据疫情的调查，确诊者捌去过大卖场、便利超商、2间餐厅食饭。新竹市长林志坚即马是呼吁卡车有平台民众，就爱注意家己的健康。新竹市三民国小透早就开始消毒，因为有一个学生囡仔确诊，是按100-03，校园紧急启动停课机制，全校提早放寒假。2230个师生同步进行 PCR 检验，不过这不是个案，是一件家庭规定小话。除了18060爸爸他有一些症状之外2个孩子其实到目前为止都是没有症状，不过4个人现在都在收治在医院治疗当中。第一时间他被匡列，然后也做了 PCR， 他是阴性那他也没有任何症状现阶段看起来他不是感染源这个案件上起先是厝内爸爸按100-60，这场有同事互人居家隔离，警察相关的伊要求全公司快筛，结果敢若伊是阳性，也因为伊相关镜头去病院采检确诊。做伙大个亲人，包括牵手，也有2个查某囝也拢确诊。阿某2人共一间汽车销售公司上班。大汉查某囝读新竹县移民高中，细汉查某囝是三民国小的学生囡仔。新竹市政府公布相关因行大过所在，为1月70至16，因去过大润发新竹中校店、全家超商，嘛坐过台铁，也捌入面2间餐厅用餐。林志坚也宣布4大年节防疫做法，包括原定21日的新竹过好年活动，开幕活动延期办理。公司里游泳池渐天开放，市政府、学校、每月也甲春节发红包的行程拢取消。新竹疫情出现警讯，也冲击入要开幕的台北台湾币。趁现在应该平日人还没有很多，赶快来。我是觉得还是延后比较好。1月10日试营运以来，平均每天人流量伫3万左右。集团董事长齐旭东也亲身到场迎接，不过疫情来搅局，台北台湾币也决定20日开幕以后，馆内人数也要降到15000人。记者综合报道。那家人昨昏嘛新增加一个病例，这是伫桃园机场排班的防疫客运车司机，伊的 CT 值是12，病毒量有较悬，可能是最近才去围着。另外，新北市的阿东病院嘛有护理师确诊，伊是捌带囡仔去台北的树林科教馆，也有儿童新乐园佚佗。台北市有5间学校，因为当当时嘛办户外教学有拄着，即嘛是靠834个人做采检，目前的采检结果拢阴性。大型喷雾消毒机伫基隆市区沿路清消，18家人增加一个确诊，102.02是桃园机场防疫客运车司机，去年12月2日已经注第3期疫苗，因为伫机场排班3天定期采检一摆，初时、初7、初10甲13采检拢是阴性，18阳性确诊，CT 值12，期间有2摆转去厝的。13并无甲家庭接触，15有底针做伙30分钟，无挂喙罨。家后甲2个学生 PCR 拢是阴性，伫厝隔离中。那平常他除了载运机场检疫对象之外，他还有承接桃园市卫生局所列管的各种检疫对象的疏运业务。那他并没有载运一般的乘客。防疫客运车司机甲机场防疫人员拢着病，指挥中心将针对当天航班一步一步扩增落地采检的范围甲比例。新北阿东病院非专职病房护理师确诊，捌伫13带2个囡仔前后台北树林教科馆甲儿童新乐园，迄间有真侪国小甲儿童新乐园校外教学。台北市紧急扩立5间学校834人采检，结果拢是阴性。这名护理师任职的阿东病院，全面普查5000多人，采检也在继续，目前并无发现阳性个案。环境采检也是阴性，因为感染源不明，也无法度判断传播链。面对新北市大仙伫校园推动疫苗护照，都因为去年5月昆南市场爆发群聚感染，台北市也规划伫大卖市场优先试办疫苗护照，就等中央点头。如果中央礼拜4开会同意我们使用疫苗护照的话，我们就会有这些资料。那借接以后，我们就会可能在我们的公有场馆先来做试办。那批发市场因为它的人比较多，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优先考虑的地方。
拜四来宣布，礼拜五可以开放大家来申请，不能是双向的了哈，是单向，那这是可稀释的，而不是把资料留在对方。主疫苗证明将伫2日开放申请，但是中也强调，希望伫资料上少暴露的状况之下，满足使用需求。记者综合报道。做伙关心天气，今仔日受东北风的影响，早暗较凉冷。气象局早起有针对基隆、新北甲宜兰发布大雨特报。咱做伙来看云图。今日受东北季风甲华南喷雨区向东边甩影响，北部、东半部水汽有较济。东部落雨会较明显，中南部的山区嘛有地渐雨。目前气象局有针对基隆、新北甲宜兰发布大雨特报。若各地早暗较凉冷，今日透早上低温是出现伫苗栗，敢若13度1。日时开始，各地高温有16度至24度。若拜五东北季风会减弱，北部、东北部温度嘛略略回升。不过南边的云系向北边散，所以水汽嘛较济。若礼拜开始，各股方面会到位，落雨范围嘛会变较快。这2天，美国的东部暴风雪是落到加拿大，多伦多即马积雪有60公分，真侪人吊车吊伫半路啊，袂顶袂动。若当地人对落大雪早着关心，照常出门去运动。路面结冰，囡仔拄好会当耍冰球。涂骹规个拢是雪，车链一直空跑，连公车也吊吊的。加拿大东部的魁北克甲安大略省，这2天暴风雪侵袭，多伦多的雪落到差不多60公分高，有一寡车无法度向前，也无法度退后，只靠众人来扫。真侪人开到一半，就要落来清头前的雪，抑个挡风玻璃顶头的冰。路歹驶，所以警方甲一寡公路路段封起来，希望民众无必要莫出门。不过，真侪人对这种天气已经真惯势啊，脚踏粗细帮、手举粗细拐啊，照常出门运动。I love winter. I run in the winter, and in fact, there's a lot of people that run on this path. And today was a perfect time to get out the skis and cross-country ski the Beltline. 当地因为疫情进行着停课的学校，本来8月要恢复上课，怎么因为暴风雪来乱，搁关起来。不过唔免惊囡仔伫咧厝内无聊，因为因家己会找物件耍。温尼布市这阵囡仔伫咧家己厝内门口拍冰上曲棍球，因为落雪路面结冰，即号人家规气甲埕变做球场，互囡仔伫咧遮拍球。Well, the ice is good, like, so far in the year. It's a little bit bumpy. The trees are a little bit annoying sometimes, but yeah. They're a little bit helpful, though, too. When you can bank them off the boards and then skate around the tree. Yeah. We started off with 2 houses. We've expanded to 3 now. We make it a little difficult for the mail carrier, I know that. They got to walk around the rink, but it's well used. 看起来加拿大人对落大雪敢若是已经真惯势啊，就算是雪落甲遮尔大，也有法度出门运动。公司新闻詹慧敏报道。大自然有冰冒火，这是南太平洋的东家海底火山大爆发，造成对外的通讯拢断去，海底电缆线是严重受损害。灾情即马也唔知影。若根据上新的卫星相片，海岸拢是火山灰。估计当地人受影响的民众上无有8万人。纽西兰空军侦察机17传回这组上新相片，显示东加岛的海岸线甲岛上的绿地全部拢盖一沿高高的火山灰，呈现几片黄土色。伫东加无共岛屿顶面巡视的澳洲军机，是传回港口码头甲建筑物受损的抗议图。人伫纽西兰、奥克兰的东加国会发言人10日证实，火山灰毋但对当地饮用水甲卫生造成不良影响，也影响机场跑道班机的起降。为此出动200名义工，清除积伫跑道上的火灰。To clear the runway, latest information I have is that 60% of the runway has been cleared. And this is done manually. 红十字会甲红新月国际联合会亚太地区负责人有估这场海底火山大喷发的受灾人数，恐惊会达到8万人。离1万多公里远的北秘鲁海部，就传出有2个人互大影赶走饮食的不幸消息。首都利马外海炼油厂的油船下火作业，也互大影冲击，所发生漏油污染的事故。公司新闻王慧文编译。世界乡亲，咱做伙来关心今仔日的早报重点。咱是来看《自由时报》。
南韩公平交易委员会昨天对高丽海运、中洋海运等23间海运业者发大约新台币22亿元，因为讲这业者过去19档倒空操控南韩到东南亚真侪条航线的运输费用。严格海运界是表示讲，这大公司一定会上诉，若无美国甲欧盟强行买对咧做。来关心联合报。国内疫情搁咧退烧，上报今下咧推动预防下护照。指挥官陈时中是表示，最近会宣布咱国内预防下护照所谓证明的使用细节，拜五会当开放民众申请，会检估个人资料，会当满足使用需求。来关心中国时报，美国的电信大公司 AT&T 也搁有威瑞森。19要推出4频段5G 的无线网络服务，严格大航空公司即马是连续向美国的联邦政府申请，讲新的5G 的网络服务会影响飞安，可能要取消几若千的航班，这个影响是真大。来关心咱国内昨天有新增加49个大病入境的案例，阁有17个本土病例。本土病例内底，通恒的联邦银行有6例，西体牛排馆有5例，而且嘛新增加一个防疫客运车司机去画着。若境外疫情即马持续滚加，若即马飞长途的、飞短途的，即马嘛共款爱踮机场随做 PCR， 拍算上紧2天内就要实施。国内新冠本土疫情阁加悬，18拜二新增加17个本土病例，甲从今年以来过一天确诊新冠的记录平齐。伫新增加的个案内底，有5个通恒联邦银行的行员，也有1个行员的家属，居家隔离的期间为阴性转阳性。西体餐厅群聚案阁增加4个人客确诊，包括进前7个人做伙来食饭，迄个伙仔内底的老爸，也有另外一口罩3个人嘛确诊。另外一个嘛是西体餐厅的人客，伊伫工课场的接触者嘛去画着，累计西体餐厅的群聚案摊开的，已经有38个人感染嘛。另外，桃园机场清洁人员阁拖出去的歌友会群聚案，新增加1个确诊，也有1个防疫客停车的运价嘛去画着，感染源也会调查。有一点追踪到他曾经有载过确诊的个案，那相关的基因定序会再来进行。值得注意的是，新店有1个家庭互相烧的案件。老爸是某一间公司的主管，顶一日感觉有症状，而且公司内部有工读生，甲明星科大确诊者有关联。公司虽甲员工做快筛，结果敢若有1个主管有阳性的反应，接受3个亲人采检嘛是阳性。另外，顶一日确诊的机场防疫人员的基因定数嘛出来啊，确定去画着 Omicron， 不过基因的数列甲清洁人员传播链的是无共款，可能是甲入境的旅客做采检的时阵去画着的。但是中讲，大家爱有甲病毒共存的准备。与病毒共存。那这是一个说在可以控制的情况之下，那我们大家也有做这样的一些准备。不过现在还是要例行多层次的防疫，力求清零。但是中强调讲，国际疫情要消未退，加上台湾的边境无封起来，未来疫情确实可能会搁扩大。不过疫情要是有机会会当控制掉咧，为了阻挡 Omicron， 指挥中心嘛宣布，远道航线以外的高风险航线嘛要做落地铺台，头一批会针对南亚甲东南亚的航线。上紧伫2天内会实施。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1922有约平台伫昨在10点重新开放。疫情指挥中心是表示，即马250万档莫德纳预防车拢已经拨予地方啊，就安尼量就安尼尔。伊嘛呼吁大家毋免挑工去警报一个白纸字。疫情指挥中心是强调讲，只要是有通过 EUA 预防车，拢是好的有效的预防车。全部额满了？不会吧？他都额满。1922线顶有约平台18早起中溪有约第3期，其中就以莫德纳上踊跃，3点钟到17.5万人有约。北州县市已经无名额，下昼2点台北市莫德纳有约会当工作完，北州人只好有约附近的县市。怕说就是要到其他外县市去试打莫德纳这样。20期可以看到，他们目前是放了34万9，所以19跟20期大概预计会达94万人份左右。如果你只要打这个 mRNA 疫苗，那也可以选 BNT 啊。指挥中心表示，过去有250万剂莫德纳疫苗拢已经拨予各县市疗会，另外各县市政府也会存150万剂，主要会保留予县市医疗院所，另外也有做册民众使用。不过第3剂莫德纳会遮尔手持，有民众表示，就是因为听讲伊的抗体生成上好。前2剂我打的是 AZ，
那看了新闻报道跟各种网络上的资讯，打莫德纳的话，2剂 AD 加打莫德纳，它的那个抗体浓度是最高的。但台湾目前打的这个追加剂量是半剂的莫德纳，那跟这个 BNT 的一个抗体最后的一个生成可能也不是用这个全剂量型的这个莫德纳来做比较了所以我们会认为说，以在台湾目前的事实上有民众有相当多的选择那什么疫苗上好呢？指挥官陈时中表示，第1、2剂爱赶紧做，3剂做完上重要。当然也会当参考他人的建议，除非是第1剂做完出现不良反应，那无只要是通过 EUA 疫苗，都是好疫苗。记者综合报道。国际上要紧，甲乡亲咱做伙关心目前全世界新型冠状病毒的确定病例，即嘛是已经超过3亿3千万例，死亡人数超过556万人。咱来看上新的统计，咱台湾昨昏有新增加66例，目前咱台湾即嘛加强17951例，中国的病例超过10万例，日本是超过193万例。目前伫全世界病例数上济国家前3名是美国、印度甲巴西。美国是超过6800万例，印度超过3700万例，巴西超过2300万例。欧洲国家英国超过1500万例，法国是超过1400万例。若单尾疫情阁压起来，若为着Omicron的民众，因的症头拢较轻，而且伫单尾有一半以上的民众拢做好第3档预防射，所以单尾政府即马是决定要放零防疫限制。毋过法国就无共啊，法国即马要缩限防疫措施，巴黎已经规定人济所在，民众拢爱挂喙罨。大门园的西咱若伫享受冬天的日头，参观的民众赶紧摕手机出来翕。经过1个月封锁，丹麦哥本哈根动物园伫17宣布重新对外开放。毋过同时，丹麦的疫情也变较严重，单日确诊新增加2.8万例。After 2 years of COVID-19, I think that the precautions are part of everyday life in the society and in the zoo as well. So we don't have to educate our guests how to behave in a public space because they already know. 因为感染的主要拢是Omicron，症头较轻，再加上丹麦全国已经有4%的人拢做过疫苗，超过一半的人做完第3剂，所以当局者决定放宽限制。重新开放电影院、博物馆、游乐园，并且有条件开放体育比赛。另外，同款伫欧洲，则是法国行政法院才驳回巴黎市政府的喙罨强制令。暗过17，巴黎警察局的总部发布另外一项新法令，要求民众伫人较侪的场所爱挂喙罨。声明中提起，若是超过10个人的场合，也甲室外公共场所，像讲车站、购物商场、艺文场所，拢爱强制挂喙罨。另伫美国，根据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数据显示，全美国目前感染的人数已经突破6640万人，相当是20%的人已经感染着，等于是5个人当中就有1个人捌感染。感染死亡的人数也已经突破85万人。即马疫情也探到美军高层，伫国防部长奥斯汀了后，参谋首长联合会主席米利16个检测结果也是阳性反应。伊最近一届接触美国总统拜登是第12，毋过伫即届前后采验的结果拢是阴性的。目前已经做过第3剂的米利症头真轻，目前拢用网络伫办公。公司新闻王碧文编译。根据国际慈善团体有发表一份上新的调查，讲全世界前10名的好业人，无因为疫情受影响，颠倒互因变甲更较好业，身价阁称悬。毋过散车人就无共啊，是颠倒愈来愈散。全球10大富豪之一亚马逊集团的创办人贝佐斯，已将家己大部分的资产用来创办太空探索公司 NASA 起源。伫去年7月，伊坐旗下太空火箭升空。同款的疫情期间，行销私人太空旅行的，也阁有特斯拉集团的创办人马斯克。根据国际慈善组织乐施会调查报告，全球上界有钱的10大富豪，因为疫情会互资产翻倍。不过世界上上散车的人，收入是减少。The pandemic has been a billionaire bonanza. When governments did the rescue packages and pumped trillions into the economy, into financial markets, in order to support the economy for all, what happened is a lot of it went into the pockets of the billionaires. And in fact, as a whole, on average worldwide, the 99% of humanity is worse off.
and a large amount, 160 million people, have fallen into poverty. 富豪的财富一般会呈现伫个持有的股票顶悬，政府挹注资金、股票帮地产升值，等于互钱流入去富豪的手头。不过，伫社会福利较薄弱的国家内底，贫富的差距是愈来愈大。乐施会伫逐年世界经济论坛展开，拢会发布调查报告。这边发现讲，从2020年3月到2021年11月期间，十大富豪的财富对7000亿美金增加到1.5兆美金，平均逐天会增加13亿美金。不过之间的这个增长差异真大。马斯克的财富增加超过1000%，微软的创办人比尔盖茨是30%。If one were to tax the 10 wealthiest people, the 10 billionaires, on the profits made during the pandemic at 99%, we would be able to pay for vaccines for the whole world. 另外，从2020年3月疫情大爆发以来，差不多逐天拢有一个新的亿万富翁来产生。全球10大富豪内底，马斯克、贝佐斯甲比尔盖茨的财富翻倍，是世界上上介善30亿人的6倍。这款情形，互讲是经济暴力，嘛造成逐天有21000人因为欠缺医疗照护、枵餓、性暴力、甲气候变迁来死亡。公司新闻黄云玲编译。今日国际上还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看世界。因为航空业者是表示讲，美国5G 的信号会影响惠安、地区专日空甲日航，即马宣布被取消来往日本甲美国之间一部分的航班。来关心咱台湾友邦巴拉圭总统确诊，毋过镜头轻轻啊，目前当在隔离。那 WHO 即马是有预测讲，今年的疫情有机会转好。来关心美国的白宫是警告讲，俄罗斯随时有可能去拍乌克兰，所以美国甲俄罗斯两国的外交部长拍算拜五的时要伫日内瓦举办会谈。接下来看美国职业棒球匹兹堡海盗队已经正式甲咱20岁投手张丰玲签约，签约金是50万美金，伫海盗队内底是排第2，这嘛是今年度开始以来亚洲上好的行情。和美国职棒匹兹堡海盗队正式签约，穿71号的球衫。为即马开始，20岁的张丰玲离伊国中笃定的目标，即马是愈来愈远。自己的心就是想要出国，想要跟更强的人去奋斗，这样子，像跟王建民这样子，对，想要像他一样，都红起来这样。伊一心敢若想要挑战野球上关卡的比赛。张丰玲自年为三民高中毕业了后，无去读大学，嘛无参加中职的选秀，是去台电野球队待3个月。了后虽然是还未有正式参加比赛记录，不过一直保持训练，而且伫道明年甲测试的时阵，投出速度153公里的球，互球队愿意提出50万的美金来甲伊签约。他最大的优点在于，他还是算是个未开发的完成品。你从他的身材看起来，你就知道他还有很多进步的空间。我具备有这个先天条件了，那再来，接下来要怎么样，就看自己有没有那个定心，想要继续坚持下去。我期许是4年后上大梦。出国拍球的梦想成真，张丰玲知影讲，190公分的身高是真大的优势。不过体重才70公斤，实在是产国薄板。伊讲要互家己增加体重到90公斤，嘛会强化金牌的力头，为4年拼去大联盟的目标来打拼。记者综合报道。上新的消息来关心，台北市长郭文铁昨昏伫面册顶头有发表文章，表示讲网络顶头即马搁在流传一篇讲是自由时报的报道，毋过这是假消息，提醒民众毋通互骗去。这是伫自由时报看起来，看是自由时报的网页顶头有在写讲，郭文铁有公布一个方法，讲会当伫3、4个月内，互任何人拢会当变做有100万的好野人，提供投资方法。毋过郭文铁伊是表示讲，这看起来就是诈骗，因为伊家己的薪水全部拢是交互伊的看守咧花，伊哪有钱去投资？目前市府已经向警方报案。接下来关心，这是宜兰县长林姿妙。林姿妙即马表出劳动土地开发的备案，即马互检方是列做贪污也有洗钱案的被告。林姿妙有开记者会出面背会，伊表示讲，伊是受政治对杀、政治迫害。也毋过宜兰的检方是表示讲，这个案已经是调查真久啊，嘛有证据，目前当得办案。
表情沉重出现伫记者会，宜兰县长林姿妙卷入劳动土地都市计划变更案，去互检调列做贪污加洗钱案的被告调查，引起众人的关心。林姿妙18讲家己去互人政治对杀，针对基乐用地变更，林姿妙否认独立家己的家族啊。这个基乐用地的这个部分，都委会变更为住宅区，是为了减低县政府的财政负担，但议会有意见，全部都经过法定的程序，现在还是原编定，也就是机关用地，哪来的独立？那个林素梅他们的关系啊，要不要说明一下？谢谢。对口座金流无正常的记录，林姿妙无正面说明。检方已经询问金流的问题，也指控有人放消息，想要影响舆论。若是林姿妙牵涉到劳动土地都市变更案，互人讲是劳动运动公园边仔的基乐用地。宜兰县政府回应，各单位对基乐用地拢无使用计划。各单位都回复没有使用的计划，包括罗东镇公所。宜兰地检署进前指挥廉政署分做30多位搜查，有10个人互人列作被告，包括林姿妙加劳动店长吴秋玲。经过检方复审了后，请回建设处代理处长吴条琴加农业处农务科长吴东元互人申请羁押禁见。林姿妙是讲互人对杀，不过宜兰地检署是赶紧驳回。有关近日有少数人士或媒体率以政治追杀、东厂、国家机器云云、妄加臆测，滋生社会纷扰以及造成对立，此时不足取，为正视听，本署在此严正言语澄清。宜兰地检署是讲，案件经过长时间谨慎搜证，目前也持续积极深入侦办，对任何不法会专业查办到底。记者综合报道。在地上大条来关心，即阵咱国内的本土疫情有较紧张。高雄市的教育局是要求讲，总共要去外县市毕业旅行的学校，爱大声提出防疫计划才当出发。有国校啊，原本是要出发啦，却伫前一暗前一暝，汹汹接到通知，讲要取消，互学生囡仔真失望。南马溪国小6年的学生18即天要是来上课，因拢是前一天暗时才接到学校老师通知，原地18要出发去新竹、苗栗、台中的毕业旅行暂时取消，害因真失望。期待很久，对，期待很久，有点失落。有些同学好像在家里面哭。我都可以接受。小朋友的反应是有点伤心，倒是真的。哎呀，毕竟东西都用好了。学生真失望，家长会当理解学校的苦衷。校长讲，因为17下晡4点才接到教育局的公文，所以临时取消，可能改到下学期才办。的活动地点跟住宿地点是有到那个这些本土疫情的县市的时候是没有办法成型的，因为第一个我们必须要写防疫计划。高雄市府要求学校去外县市毕业旅行，要提出防疫计划。另外，已经有不少学校把新课本提早发给学生，早回去厝，为线顶上课做准备。我们可能会因为疫情的关系比较慢开学，有确定了吗？请问有确定了吗？还没，但是要先做好准备。新上国小休业室嘛改做线顶。老师用录影片的方式提醒校外的代志，实在是烦恼疫情若唱悬，学校就要先准备。记者陈嘉文、刘一哲高雄报道。那高雄市伫顶个月是发生一桩啉烧酒赛车弄到一口罩的悲剧，造成1个人死亡，3个人重伤。昨早高雄市政府是头一届甲地检署合作，甲这啉烧酒赛车的罪犯派因去殡仪馆做社会流动。青青色的假，有人撸涂骹，有人去火化炉。伫殡仪馆火化亭内底，无人敢作耍，无人敢落刀。为了阻挡啉酒赛车，高雄市府甲地检署共同商议，互有罪判决或者是原起诉啉酒赛车的人，去殡仪馆做社会劳动或者是义务劳务。18早起头一批拢总12个人，去高雄市第一殡仪馆报道。冷冻柜啦，还有火葬场的一个设备的一个清洁维护，还有地板的清洁维护。现在目前首次的配合是着重在这个方面。除了摒火化场，也搁爱洗冷冻柜甲整理尸盘等等。地检署表示，劳动的范围会以无往生者的家属在场，未接触遗体为原则，考虑尊重往生者甲家属的感受，洗遗体部分检方是较保留的态度。也若这嘛是坐啉酒赛车的人，头一届遮尔近距离面对死亡。4点钟的劳动，加做因真深刻的一节课。
这个是真的是离死亡最接近的一个地方，他们的感受应该都是蛮深刻的。他们如果知道自己因为酒驾带来生命的逝去，应该有多少有一点警惕吧。关市以殡仪馆加做啉酒赛车的人劳动的地点，并不是头一届，之前台北甲彰化嘛有做过。捌几啊届伫殡仪馆办生命教育课程的酒驾防治协会表示，透过殡仪馆的气氛，互啉酒赛车的人伫劳动的过程当中体验生离死别，这确实是有抬价架构的作用。因为真正传出啉酒赛车，互政府高不离中都要用这款的方式来处理。希望啉酒的人就千万唔通赛车，莫因为家己一时的方便，造成别人一生的不幸。记者综合报道。台铁昨昏举办新春记者会，交通部长王国材是表示讲，会甲台铁的改革当做今年上界重要的目标。若台铁公司化这部分，伊是希望相关的法案，立法院会当伫后一个会期赶紧审查。毋过企业工会是认为讲，这个版本无经过工会同意，袂使送立法院，所以2月23打算要去交通部申请。台铁16发生上北的区间车去测到月台意外，虽然无造成伤亡，不过台铁迄天下班了后，是赶紧甲月台边的墩卸差不多20-30公分掉。这几年台铁经过得愈久，有嘛等等意外事故，引发改革的讨论。交通部长王国材讲，未来会用大赏重罚的制度，只要甲营运安全有关系，一定会追究到底。有正面的一些事情，那当然我们希望台铁一定要这个重赏啊。那同样的，如果尤其在安全部分没有落实，那我想这一部分一样，我们要求要重罚。王国材要求台铁要落实标准作业流程，而且要用航空规模 SMS 安全管理系统，落实第三方的安全评估，正式铁记录检查员的机制，嘛鼓吹会当公司化。把台铁改革看作是年度重要的目标之一。不过企业工会甲产业工会拢认为讲，这还佫需要甲工会来协商。我们总会这边跟15个分会要召开一个联合理事会，这样子针对台铁的改革公司化问题有一点不信任感了。如果这个条例没有经过工会同意，硬要送立法院的话，我们当然是反对啊。产业工会嘛指出，针对大赏重罚，希望会当有更加具体的内容。另外，伫关注负责处理的时阵，嘛应该甲行车的安全、甲设备改善的情形等等的事项，当作是优先改革的项目。记者综合报道。地方放送头行头来婚林的大米，即阵是新鲜白米，也毋过因过捌种甘蔗有做糖。为着要保存这段历史，伫乡内的上基村，就伫社区内打造一座古早时的糖铺，要传承这段历史甲文化。伫甘蔗园走烧肉，看牛车拖石轮，甲甘蔗刻接做糖，是大鼻乡济时代伫细汉时仔的共同记忆。婚林大鼻乡过去捌做糖，毋过这段历史渐渐互人放袂记啊。当地上义社区就打造一座糖铺，互时代会当来遮重新体会早时的景象。迄阵啊，拢伫迄个蔗店遐，爱用牛车拖去遐贴火车。贴火车拖去后尾，较早火车拖落去，拢会去偷收甘蔗咧。啊，拢爱来遐打喷吼，等于做伫位啊饲猪安尼，系啊，所以伫位啊遐吼有伫做事啦。根据文献记载，因为社区外溪边拢是沙坡地，先民来台湾开垦的时阵，只好种一寡较无接水的食物，甘蔗就成做当地主要的经济作物。因为阮的先民为青条尾啊，为大陆来遮的时候，就伫这溪边啊、田路底啊，开始来做糖啦。啊，因为这个历史的原因呢，那引证讲我们这边是台湾糖业的故乡，最早发起的地方哦，最大的意义在这个地方啦。起这座糖铺，除了要加强地方特色，传承珍贵的历史，社区也希望透过打造地方的文化，会当城主济游客来遮佚佗，促进观光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南投埔里的爱兰国校10当前有安排学生囡仔写一张批予未来家己，在台地学校的树仔骹，10年时间收一个就过去啊！这囡仔即马已经大学毕业，回去母校，甲学出来，场面真感人感动。大汉走入社会，你敢会记得细汉的时阵的梦想和约束？和我的好朋友同班，非常感慨。南投埔里爱兰国小有一群已经毕业10年的学生，照10年前的约束，回来学校。学国小6年的时阵，写好家己咧涂骹底的愿望和期待。
我觉得还蛮有意义的，因为其实不太记得自己10年前到底是什么，然后有一种生命回顾的感觉，然后也可以提醒自己小时候对自己的期望有哪一些。我写的愿望是希望能成为一个音乐家，其实也没有想到说我可以音乐走那么久。那到现在，其实我也在继续走我这条路。不少人拢表示，早都袂记得当初批内底到底是写啥。即便转来看这挂批，除了感觉真心惜，回想起细汉古锥的点点滴滴，嘛当检查家己，看敢有照当初时的目标咧行。老师嘛表示，看到家己的学生，大家人拢有家己的成就，实在是真欢喜。10年后，大家都很有成就，然后变帅，然后变漂亮，然后每个人都成长茁壮，那我就觉得很欣慰。今天如果没办法回来的话，我们会把他们当初的梦想用书信的方式寄给他们，期望爱兰国小的孩子要在自己的人生道路上继续追寻他的梦想。即便计共有20位学生回来参加活动，把真久无联络的感情总扣回来。学校表示，有的学生因为有代志无法度回来参加活动，学校按算把这挂批寄予因。望鼓励因伫咧大人的世界当中，嘛当保持做囡仔的单纯和梦想。记者综合报道。其他消息来关心，台北市政府今仔日拍算要举办社岛开发案的宽评会，不过自救会是表示讲，社岛有防淹水的计划目前也无就治，应该先解决才开宽评才对。稳固疫情，强开环评，强开环评。关N95翠暗甲面大化口号，社岛自救会批评，台北市政府坚持伫19举办社仔开发案的第9摆宽评，但是国内疫情紧张，安尼做是甲居民暴露伫高风险环境当中。每一次的环评会议，社子岛居民大概都会有200-300人以上，加上基本的那个住位间来讲哈，每一次大概400-500人，这么多的人冒着高风险在这边群聚。自救会嘛指出，社岛防洪计划内底，社岛北边也就是基隆河倒岸会来做补岸，但是伫正岸也就是干道边缘，并无做保护措施，这恐惊有做水灾的风险。未来社子岛如果已经筑了一个9公尺高的高保护堤防，那在关渡这一侧没有筑堤防的情况下，水理分析会怎么样？水会怎么跑？会不会反而影响到关渡地区？现在水利处的回应是说，今年会拨一笔预算，水利处今年才要开始去做这个水理分析。这个环评你应该等所有的增点零星的之后，你再来召开。自救会呼吁台北市水利处除了赶紧提出解决方案，嘛应该办理说明会，向干道边缘的居民说明状况。水利处方面伫记者这个进程是无提出回应。记者郭宝根张水台北报道。继续关心嘉义市政府按算要起一座路底铺路屎再利用的工厂，利用这个废弃物生产公共工程爱会用到的沙石啊，减少起的成本，嘛互资源会当循环再利用。工作人员操作机械，把粪扫入去焚化炉内底烧，产生的路屎甲废污，过去拢是委托民间的厂商处理。嘉义市即站要伫乌仔内起路屎甲废污的处理场，佮配合其他的环保设施，打造一个废弃物的循环园区。底渣再利用厂跟非灰稳定化物暂制厂，那还有旁边会新建一个新的灰渣掩埋场，还有资源回收细分类厂，分56类的细分类厂，还有一个是厨余回收的再利用厂。各领领长现在有说明会都有莅临来聆听，然后他们带到就该领，如果民众有问的话，他们就马上说明这个政策的美意这样子。嘉义市一天收大约200吨粪扫。今年产生1万吨的路屎，甲将近2000吨的废污，逐档委托民间厂商就开卖5000万的预算。市政府向环保署争取经费，要来去分家地区第一座专业处理路屎甲废污的所在。那也是整个我们云嘉地区的一个首创。那希望日后我们这个厂能发挥它的效用，把焚化炉的底渣，然后做适当的处理，那就可以应用在相关的公共工程，可以节省我们天然砂石的一个应用。这个路屎废污处理场暗算第年底完工。嘉义市环保局表示，废弃物处理是全国性的问题，嘛有考虑到县市之间环保区域的合作，未来看实际操作的情况，无排除接受附近县市的委托。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再去看世界，来看英国即马是推出一项遥控计程车计划，人可透过 APP 叫车，计程车用电脑控制，驶到你的面头前。了后呢，你就要家己驶去你想要去的所在。罕到如家己驶，车辆直接停伫你的面前。英国伦敦西北方的米尔顿凯恩斯一项遥控计程车计划正在积极进行。This journey altogether will be as convenient as an Uber, except you have to do the driving. 乘客为手机拍开 App 叫车，车就会以远端遥控驾驶的方式去到指定地点。甲 Uber 也是计程车无共，乘客上车了后转换身份，加速驾驶，家己开车前往目的地。You become your own Uber driver and save cost on your Uber trip. When you get to your destination, you just pull over on the app, ask for a remote driver to take over control of that vehicle, and off you go to your destination without having to worry about parking either. 远端驾驶员伫控制中心操作系统配有多角度镜头，会当避免远端操控的时阵出现视线死角。车顶也装设紧急停止开关，会当伫网络断线时阵将车安全停落来。Our goal as a company is to make remote driving safer than normal driving, and this is really important. And we believe that's possible through technology, through computer vision, and through software. Imperial Drive 有计伫今年推出一项叫做 Fetch 的遥控计程车服务，佮将加入英国政府的5G 网络试用计划，将5G 实际应用伫生活中，保证基于4G 网络连线，远端驾驶只会当开到时速30英里，也袂当开上双向车道也是高速公路，保证这项服务一定会也袂公布。公司新闻林浩如编译。时代在改变，思想就无同。真侪物件用过看，感觉无啥，毋过即马会互批评。亲像是土耳其的德洛德，也有西班牙的骑马过火，即马拢互批评讲咧领地动物。穿着华丽的图案甲彩金的路途，来到比赛现场。评审先就外表评分了后，真正比赛才要开始。土耳其西部城镇塞尔丘克拜五举行到路途节，刚路途正伫古竞技场的时阵，先由某个路途西流一连，受到刺激发情的刚路途，为了真爱，开始用身体阿妈棍互相去挤吐。那拍了收过头，两名人会揪掉手啊，将因分开。伫看台上的民众是一边放马啉酒，一边替因加油。这种传统到路途节庆，伫土耳其西部甲南部真实行，今年已经举办40届。Dövüş diye bir kelime geçmiyor bunda. Güreş bu. İnsanlar nasıl güreşiyorsa ağızları bağlı, herhangi bir birbirlerine zarar verme durumları yok. 主办单位讲，透过挂喙安定保护机制，斗路途并未对路途造成受大伤害，也毋过动保人数真贵，这就是咧虐待动物。Dövüştürmek gerçekten büyük bir suç. Böyle bir şey olabilir mi? Dövüşen bir hayvanı, canlıyı karşısında görüyorsunuz ve eziyet çekiyor, yaralanıyor, belki birbirini öldürüyor ve siz bundan zevk alıyorsunuz. Veya bunun karşılığında rant sağlıyorsunuz. 从镜头转到西班牙，当年1月16日，动物守护神圣安东节这一天，西班牙小镇圣巴尔托洛梅德皮纳雷斯拢会举办一项骑马过火的传统活动，希望透过大火净化马仔，进一步达到消灾解厄的目的。Esto viene, parece desde hace muchos miles de años, que para que no se pusieran malos los animales, bendecían los antiguos curas antiguos, bendecían las lumbres para que luego los animales al pasar por la lumbre, como dijéramos, se los purificara. 主办单位表示，马仔伫过火进前会先加毛浸过水，所以未继续着伤。也毋过动保团体批评，这项举行真侪年的活动，共款有虐待动物的嫌疑，希望加以禁止。公司新闻张慧玲编译。挪威的最高法院最近有做出判决，认为当地有2座风电场是侵犯当地一寡少数民族因的放牧地，这是违反联合国的公约，所以裁定风电公司败诉。大台风车一直放，为挪威当地10几万户家庭提供用电。不过，这款风力发电机已经危害到当地少数民族萨米人。萨米人主要生活在北极地区，生活主要是靠饲驯鹿甲猎鱼。不过，挪威在3日零了，在西部火山半岛区风电场破坏因传统的牧场。Oppstillingsplasser, veier, skjæringer, det er jo ødelagt totalt naturen her. Det er jo bare gråstein og ja, stein i det hele tatt, og berg som er kommet fram i naturen.
时间毋但是破坏土地，风力发电机伫咧放的时阵声音正大声，即款顺路行甲毋敢挖过去，因放牧饲养的范围也变小，三米人的生活受影响。因就去反映过。Took very important land from us, and which they can't give us back. 去年10月，挪威这个法院做出裁决，判佛山半岛顶头企业2个发电厂侵犯当地6个萨米家庭实践传统文化的权利，违反联合国公约。电厂要征收记录的授权无效。对萨米人来讲，这是一项历史性的胜利。风电公司是讲尊重判决，严格法院并无说明风电公司败诉了要安怎处理这款设施。萨米人是要求拆掉，因强调无反对转型日能，严过袂当以破坏生态做代价。希望这个判决会当做一个先例，未来日能建设就要进行更加典型的评估。公司新闻徐婉玲报道。这回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先来看伫北部的温度，上低是15度，上悬19度；伫中部的温度，上低15度，上悬23度；再来伫南部的温度，上低是14度，上悬16度。东部的温度上低16度，上悬24度；外岛的温度是11度至20度。感谢乡亲收看今仔日的公视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祝您平安顺心，明仔早起9点咱再会。